头锁定的台湾来看，这位台北市的副市长蔡炳坤，昨暝甲台中市议员做伙食饭的时阵，人一直温热。嘛，伫现场的台北市长郭文铁第一时间判断是中风，马上就叫救护车送病院来开刀。讲蔡炳坤到病院的时阵，血压偏悬，意识已经无清楚，医生赶紧甲清头壳内的血角。 目前生命现象稳定，未来一礼拜是关键的观察期，上主要是观察是毋是会当来恢复意识。嘛要来提醒着咱的乡亲，这个高血压、高血糖、甲高血油这三群的族群是中风的高风险群。拄到这款的状况，要来把握着黄金3点钟内的治疗时机。 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是市长郭文铁重要的战友，煞伫食饭的过程雄雄倒落。相片现光，会当看到蔡炳坤当时坐伫郭文铁正边。经营媒体讲，在场的台中市议员讲，当时蔡炳坤雄雄倒去郭文铁迄边。郭文铁随甲问讲，倒手敢有法度举起来？当时蔡炳坤阁讲无要紧，毋过已经无法度起来，讲话困难，毋过意识清楚。郭文铁虽知影是中风，赶紧启动救护系统，10分钟来甲送去病院。 基本上脑中风又分为梗塞型中风跟所谓出血型中风。那其实梗塞型中风就是脑血管堵塞，那出血型中风就是脑血管破裂造成的中风。那基本上他们的共同的危险因子就最常见的就是三高跟高血压。医生讲，中风或者是心血管疾病65岁以上的时代要特别注意，做工课压力较大，而也颠倒病情绪变化较有风险。会当去 FAST 是个考决 ，F 代表 Face， 会当请患者笑一个，观察面的表情。 笑起来两边敢共款 ，A 是2甲双手压悬压平，观察手是毋是无法度出力，无法度压悬。18都是请患者讲一句话，观察敢有法度完整表达。T 是把握时间，若是有出现任何一种镜头，都要甲发作的时间记落来，随上病院，把握抢救的黄金3点钟。有些患者可能会呕吐的话，要可能小心，可能把脸侧一边，不要让呕吐塞住他的气管。那另外的话，如果检查他的所谓的心跳、脉搏、呼吸等等，如果有停止要赶快施以急救。今年63岁蔡炳坤紧急开刀了后，还伫深度昏迷状态，包括市长郭文铁，阁有其他的亲戚朋友嘛替伊加油，希望伊会当赶紧清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